希伯來書係一封長信，我哋唔知道作者同收信者係邊個，但係我哋知道收信人疲倦了，佢哋被公開羞辱，被沒收財產，入獄受迫害，佢哋走咗好遠，流過血，但冇睇見佢哋等嘅結局。神似乎冇出手，逼迫冇停止，佢哋喺度問：我哋仲要撐落去咩？咁樣值得咩？希伯來書作者嘅回應唔係一句安慰話或屬靈口號，佢帶佢哋走咗一趟聖經信心英雄嘅名單：亞伯、以諾、挪亞、亞伯拉罕、撒拉、摩西。但係佢列呢啲名唔係為咗炫耀啊，佢有一個更深嘅目的，佢要俾收信人睇見一樣嘢：你唔係一個人喺度等，有一群已經等咗好耐嘅人同你一齊喺度等，佢哋而家係雲彩圍住你。你個等候同佢哋個等候連埋一齊，信就係所望之事嘅實底，係未見之事嘅確據。希伯來書第11章以一個定義開始，但係呢個同我哋常聽嘅信心概念唔太一樣㗎。實底希臘文 hypostasis 呢個字咧，喺古代商業文獻中咧，係契約啦、地契啦、產權證明嘅意思。確據希臘文 allentos 呢個字喺法庭語言中係證據證明，係法官會接受嘅嗰種證明。信心唔係感性嘅，我有一種好強嘅感覺，而係法律性嘅。而呢個法律咧，係屬神國度嘅法律。信心係擁有一份你睇唔見之物嘅產權證明。你未搬去嗰塊地，但係嗰塊地喺天國法律上已經係你噶啦。神先俾你產權證明，你對嗰份證明嘅信任就係信心。換句話講，有信心即係知道自己持有神國度法律嘅產權證明，嗰份證明係神俾嘅。而有信心嘅人就係嗰啲喺睇唔見嘅時候仍然相信呢份產權係真嘅人。呢份產權證明所包含嘅唔只係死後靈魂去嘅一個地點，佢更涵蓋咗神所有永恆應許嘅總和，唔會被剝奪嘅永恆基業，天家與神國，最終嘅公義與平反，最終嘅復活與榮耀。呢個話俾我哋聽，信心唔需要你感覺某件事係真嘅，信心係你捉住一份比感覺更可靠嘅證明，就係神嘅說話。呢個唔係一份成功故事集，而係一份更複雜、更誠實嘅清單。一，嗰啲睇見應許卻冇得着應許嘅人，呢啲人都係存住信心死嘅，並冇得着所應許嘅。亞伯拉罕活到175歲，從未睇見好似海沙咁多嘅後裔。摩西帶百姓走到迦南邊界，神卻唔俾佢入去。呢啲信心嘅英雄，大部分冇喺今生睇見神對佢哋講過嘅話完全實現，佢哋從遠處望見就死咗。二，嗰啲連名都冇嘅見證人，第35節之後，名消失咗，剩翻嘅係一班被嚴刑鋸死喺地穴漂流嘅無名者。希伯來書稱佢哋係世界唔配有嘅人。呢個世界配唔上佢哋，佢哋嘅死係因為呢個世界太墮落，容不下佢哋。希伯來書跟住講咗一句令人心碎嘅話：呢啲人呢都係因信得咗美好嘅證據，卻仍未得着所應許嘅，因為神俾我哋預備咗更美嘅事，叫佢哋若唔同我哋同得，就唔能夠完全。呢個意味住亞伯拉罕、摩西嗰啲殉道者此刻仲等緊，佢哋冇喺死後即刻進入完全嘅榮耀，而係進入咗一個等候嘅狀態。佢哋嘅完全要等到我哋亦都加入佢哋。我哋既有呢好多嘅見證人，如同雲彩圍住我哋，就當放下各樣嘅重擔，全心忍耐，奔那擺喺我哋前頭嘅路程。呢個雲彩 Nephos 就係前一章列出嘅所有見證人。雲彩唔係觀眾，佢哋同我哋嘅命運綁埋一齊。呢個係一場跨越世代嘅接力賽。亞伯拉罕跑咗一段，傳俾下一代；
摩西傳俾約書亞，先知傳俾使徒，使徒傳到今日你手上。佢哋明白你嘅等候，知道你嘅禱告冇得到答案嘅感覺，而佢哋話俾你知，繼續跑，你唔係一個人。仰望為我哋信心創始成終嘅耶穌，佢因果擺喺前面嘅喜樂就輕看羞辱，忍受咗十字架嘅苦難，便坐喺神寶座嘅右邊。成段信心英雄榜嘅終點係耶穌。信心創始成終嘅希臘文 Archi Gonchi Teliotin Tis Pistes， 意思即係信心嘅開始者同埋完成者。耶穌係雲彩中嘅第一個，亦都係最後一個。佢唔係企喺雲彩之外嘅觀察者，自己亦都係雲彩嘅一部分。佢亦都受咗羞辱同埋苦難，但係佢係已經到咗終點嗰一位。佢行過咗所有人都喺度等待嗰條路，已經坐喺神寶座嘅右邊。你嘅等候並不孤單，當你疲憊、受挫，感覺自己好似一無所有，或神似乎冇出手嘅時候，請記住你嘅手裏邊仍然揸住嗰份產權證明。雖然你而家仲未搬咗嗰座天上嘅城，仲喺呢個破敗嘅世界裏邊流浪受苦，但係喺屬靈嘅法律上，嗰個更美嘅家鄉已經登記喺你嘅名下啦。喺呢一場跨越世代嘅接力當中，你只需要跑你嗰一段，你唔需要一個人跑完全程，亦都唔需要跑得完美。呢啲雲彩中嘅人呢，亦都曾經跌倒同埋崩潰過，佢哋只係冇停低嚟。雲彩喺睇住你，耶穌喺終點等你，所以唔好停，一步再一步。願我哋都跑完自己嗰一段路程，喺雲彩嘅同伴中，仰望已經到達嘅耶穌。願神賜福俾你，也門。